请问俗语伫咧讲，无米拍鼎，无钱拍囝，是形容人拢咧创啥物乃安尼哈？A. 足散车的 ，B. 无火无目屎 ，C. 爱牵拖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我是感觉应该是无米拍鼎，无钱拍对啊，鼎。无钱的时阵才会拍拍囝，嘿拍囝。这款人就是即马社会面顶就侪有真侪这种的就真侪这种人。啊，伊就是爱看，因为不爱出去做工，爱看拖，嘿，爱看拖，爱看拖，对对，爱看拖。这艺术感觉是应该是爱看拖，安尼对，诶，是。我本来想讲是足散车的，无米阁无钱。对啊，啊，就真无米无钱，迄可怜啊。字面上的意思是无钱无唔对啦。是啊，不过我是感觉内容内底的意思是。内容内底的意思是可能是爱看拖，安尼有同意无？同意。哦，你嘛同意哦，好，有大猫。好，我的答案是 C， 爱看拖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爱牵拖，对对唔对？哦，恭喜哦，得到6000咯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，来，老师。对，咱头一句是讲啊，无米通煮，结果拍鼎出气啦，是拍鼎出气啊，结果无钱诶，拍囝出气啊，所以这就是爱提责任啦。哦，拢别人唔对，拢唔是我家己的这个责任安尼，嘿，所以爱牵拖对啦。